再来看台中火力发电厂通过环评，这个烧天然气的机组要阁增加4组，但是烧火炭的机组敢若要拆掉2组。台中市长罗秀燕真不满，批评中央的政策是予中部人用气来发电。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专工到台中电厂来视察。院长咧致辞的时阵，纳入在地议员起冲突，这个场面一度失去着控制。台中火力发电厂内底变变叫咧烧麦，因为行政院长杜英泰来遐，纳入两党台中市议员现场咧唱声，双手举关权，请求行政院赶紧停止烧炭。台中火力发电厂环评通过，预计搁再增加起4组烧天然气基础。不过，前经济部长王美花过去捌答应增加1组，拆1组。不过，如今中央规划增加4组烧天然气，所敢若拆掉2组烧炭机器，剩的拢会保留最优比。这规划结果，互地方无法度接受。如果我们有6部的燃气机组，2034年，我们现在有6部的备用。如果我们有能力再把它减下来，我们也是增一减一啊。我们紧急备用机组是不会拿来作为供电的用途了，除非遇到紧急的状况、特别的国安或天灾等等的问题。台电强调，就算烧炭机组保留，不过确定袂将做平常时供电，讲会伫咧紧急欠电的时再启用。另外2组烧炭机组敢会拆掉，待等到2031年，第1组烧天然气机组上转了后，会请环评电评估。在国家的能源政策必须分散，如果国家的能源政策过度集中的话，是不利国安的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搁一摆骂中央，假随国安考量为理由保留烧炭基础，安那会选择甲人员集中做伙，认为这2件代志是无共调。中火争议，中央和地方一直无共识，这摆因为环评过关，搁一摆咧对下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